无浪，胜败万正论英雄。起起落落当作英雄，历尽了沧桑，意志愈坚强。落魄免悲伤，小子啊，嘛会变英雄。 变化无常，有时屠杀的万心变长久。啊，黄昏再起，黄昏再起，男儿立志赌着一口气。啊，失败无算什么，啊，随时做好准备。我一定会。 黄昏再起，啊，黄昏再起，黄昏再起，男儿立志赌着一口气，啊，失败无算什么，啊，随时做好准备，我一定会黄昏再起，我一定会黄昏。 即摆咱大家唯一会当做的，就是摕到总冠军，完成3连霸，给金庙上大的精神支持甲鼓励。你大家做会到哦！高宝，加油！大家唔通甲金庙下面子，看不的。是呢，金庙即摆已经无法度球队救援啊，咱也要增加其他方面的实力，才会当赢过小马队。 所以即摆，我希望说呢，会当取消阿鲁巴甲俏面的禁赛令，让因重新出赛。想办啦，我跟叫两个讲好好参会啊，你叫临时通知嘛袂有啊。张阿明接到我的电话，已经透暝挂转来。斗囡仔咧，你拢安排好回来问我，啊人咧？鲁巴，秋叶，谁咧？恁两个徛在要创啥？ 起来就奖金好厉害哦，要不去练球？多谢谢。是嘞，多谢。豹队这球打击出去，又深又远，落地又形成了一次安打。 口气连得2分，打破了平手的僵局，目前已经是5比3，2分领先土堡队。小爷，我唔讲，土堡队啊，减金用这场王牌啊，绝对输变的。来，我一地代志唔见。9局上半1人出局，现在风马队又形成了一个满垒的局面，很有可能在这一局形成一个大局，一口气打垮土堡队的士气。3了！土堡队的后援投手现在是接二连三的来牵制垒上的跑者，但是希望把这个跑者离垒的距离给缩短，也不希望这个比分继续扩大。哎，疼！谁呀？ 咱已经输2分啊，怎么个万累？敢要拍？我问他真冒险，但是对方过来摆3、4番的，真系无金量，把他冇得用。你叫到手，到大家得球，改变打不不利，安尼到球最后我叫分大一些。哎，啊若要拍袂着球哦，莫伫遐拖出浪费大家时间啦。无咧啦。 我叫投手哦，你这个红中球红吼，互你蒙住平胖的哈，啊，然后我就甲你三振，啊，来，你这红中互你吼，啊，好的，哦。
非常精彩的双杀手被瓦解的这个满脸的状况。接下来古堡队要在9局下半展开最后的绝地大反攻。哦，这无彩，啊，不然女生拢无摕到分。不要紧，第9局下半局收掉，刚看到国宝队输球，钱哦，咱照。心爱，你身体原本就无好啊，物件加减食一寡，若无会拍歹身体。金阳路还袂脱离危险期，我哪会知咯？欸，你袂甲我讲，你真正爱着金阳啊吧？金阳人缘投，阁有钱，就算我爱着伊，迄嘛是真正常的啊。啊，毋过我上爱的，当然嘛是因兜有钱。听你安尼讲哦，我就较放心啊。上无哦，你袂为着爱饲袂哦，你袂记咱要追求目标。啥物拢是假的啦，只有甲钱哦，趁于落地啊，迄才是上实在。拢是迄太监，讲什么行凶做一流杀手，连开一个车拢会弄唔着人。他说金明哪有啥物三长两短，害我做袂成金家的大少奶奶。我绝对爱少爷，互我一个交代。太监哦，只是失手，嘛袂当怪伊啦。搁再讲，咱连迄乌上大的就抓袂起啊，莫讲迄个大尾少爷啦。因无找咱麻烦，就算袂歹啦。敢讲我就干那会当偏啊懵嘞，所以全部拢算我的啊。啊，讲来讲去哦，要怪来怪去彭志强，要甲咱作对啦。爱死死唔就好啊，大家拢欢喜。即马哦，煞互金阳来做伊替死鬼。彭志强，咱的冤仇结大，我绝对袂互你好日子通过。算我一句，这世间上哦，有我就无伊。总算是天公伯哦，有生目睭啦。这届咱也毋是算全输，咱斗相共，互国宝队输球，少爷互咱奖金，都拿今年的薪水。战神果然是不负众望，挥出了3分打点的再见全垒打，逆转比赛赢得胜利。古堡队虽然缺少了王牌终结者金阳，不过最后依然是将士用命，赢得了3连霸的一个创举。大家，嘿，准备一下，永安就转去日本抢罪，嘿。岂有此理！发生这么大条的代志，到今麦才讲出来。爸，总算是有好消息，咱国宝队已经顺利完成3连霸。不过若是试过来，听到一定会真欢喜。爸妈，敢是哥哥安怎？金冠。你这边咧错甲这么离谱，若毋是明前甲心爱讲起，阮嘛无可能会知影。志强负责收钱放水，去得个抓头的代志。金外，这种代志早知爱早讲，咱若量早提防，恁哥哥嘛无可能互志强害甲你受重伤。阮哥哥人即嘛要脱离危险的，你毋着当遮使用是非，你要来做倒去什么意思啊？金外。小姐，你误会啊啦！大少爷嘛是我好朋友，嘛是心内未来的翁婿。阮会甲总裁甲夫人报告，嘛是希望这种不幸的代志以后莫阁发生啊嘛。丁哥哥是我的一切，看到伊强弄到当上，我心肝内疼是无法度形容，你知影无？无论讲这场车祸到底是安怎发生的，丁哥哥牺牲家己去救志强。这是大家拢亲目睭看到的事实啊，敢毋是？阮哥哥，伊会牺牲家己去救志强，迄嘛是因为伊的感情比亲兄弟搁较亲啊。咱大家无应该搁甲责任撒互志强啊。志强即马心肝内嘛已经有够艰苦，有够自责啊。搁再讲啦，伊家己嘛是一个受害者，伊差一点就受伤啊。你讲对不起，你唔通袂记者。即马倒伫内面，唔知是生是死的人，是你相死的亲爱兄。无论安怎讲，彭志强要负责任。
不准你搁再依乎伊替讲话。金乖，你嘛知影，恁爸爸即摆为着恁哥哥的代志咧烦恼，心情无好。你减讲几句好无？马医生，是。虽然讲命已经保掉了，也毋过伊的头脑受到真重的伤，到即摆还阁是重蹈昏迷。若是一直无清醒，恐惊会变做一拨人。去啊！我做金家大少奶奶的希望都无去啊！金庸变做活死人，对我成功的路，算讲是踏出一大步啊！马医生，你拄甲我讲，我的后生可能会变做植物人，也就是讲，也有可能会醒起来。无论开偌济钱，只要有机会救伊，开偌济钱拢无要紧，你一定要试看卖咧。之前台湾有一名查某的记者，踮咧英国集会者出车祸，伊的脑部受到真重的伤，情形就甲金先生同款。经过中西医的合作治疗，伊即马已经恢复了像个正常人同款。所以我连替恁邀请一寡中西医的权威来做会诊，希望同款的奇迹会用个再出来发生。马医生，我的后生就拜托你啊，我先甲你说大声。我一定会尽力。玉芬，报告总裁夫人，阮总算无辜恁的期望，已经替中原军完成3连霸。总裁，阮大家决定要把这个中原军杯献给金庸，希望金庸会当早日好起。你甲阮金庸爱甲遐尔啊智障，即摆甲这关公本来有啥物路用啊？这个物件甲我走啊！我金庸爱甲伊讲啊！金庸即摆情形到底是安怎？志强，马爱叔公，阮哥哥有可能会变成植物人，即马我在想办法给他医治。老哥，你起来！甲一款自私自利的人，无啥物好好讲的。阮金庸对他恁啊亲兄弟同款，叫你姑母一摊接班嘛要甲你做伙。你敢若知影过你家己，啊阮金庸险险无命，你的良心是毋是叫到家己啊？我甲你讲哦，阮金庸若是要咱刺起来，我绝对唔帮你煞。即马我甲你开除啊！你已经不是国母队的球员啦，以后嘛不准你跟你叫我金庸。爸，你嘛同款，我不准你跟伊来哦，有听的无？行，来去看金庸。邓志强。好好的一个金家，互你母甲遮尔啊悲惨，连我甲金庸幸福的未来，嘛完全叫你毁掉啊！你搁想要安怎？告诉你，搁有一点仔良心，你要紧走，走啊愈远愈好，以后莫搁出现啊！好啊，心爱，拄则总裁毋是讲过，亲像伊这种自私自利的人，伊良心早就去有到家己啊。黄志强，假使人话你也是听无，搁皮皮踮在遮唔走。等我请保全起来，甲你押走的时阵，迄就真歹看。康明，伫迄遮，轮袂着你这走到你个后摆啦，你敢要插嘞？你莫叫我是讲恁人多我就惊恁啦。我警告恁假使你想敢替冯志强出头我就总裁报告，叫总裁该开除啦。有算讲阮开除啦，我头前都要甲你一个3死全叫啦。刘总啊！先生，你今日莫回来，叫伊放手哦！先生，是恁教是这个黑白白小狗，你若莫动怒就无代志。你放开啊！给他放开！
感觉金明多伫内面还阁报告些。要较注意。 真歹势，破坏大家要庆祝3连霸的气氛。大保重，向我有期。这个，你哪冲动啦？迄头家起了伤，我要甲你开除，迄无准算的啦。等家两家头家起了伤，我来考虑者，应该无代志啦，啊？是嘞，头家对我怨恨，你是3工2工就会当消除。我嘛请求你。 别搁插手我的代志，较免你家己公亲变事主。你讲出啥物笑话？我是拍输的人了，啊！迄金苗是为着救你去受伤的，唔是你害受伤的呢。迄这两项代志是一顿茶九笑，较会使人做伙讲。好，头家若真正遮糊涂，坚持要甲你死哦，安尼我讲，我生死，我保证一家己。我一定的风云再起，我一定的风云再起。 我一定的风云再起。头家若真正遮糊涂，坚持要甲你死哦，安尼我讲，我生死，我保证一家己。这样，胜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啦。这样，阮大家听你个底。对，阮大家都听你个底。恁3位是我的文书，先辈。 结果恁大家是我伫咧球场拍拼奋斗遐侪年兄，结果即摆我拖累金勇受伤，我若是搁拖累恁大家无头路通做，我就真是无面透气。为了我早就按算好啊，完成3连霸，拍完奥运了后，我就要退休啊。只是即摆走较不光彩尔，替恁大家成全。 我会当安心弥补对金勇亏欠。阿老爸，小明，你上码头。请恁两个送我，是要甲恁讲一件重要的代志。弄到金明凶手，真有可能是组头主使。所以我想要问你，是不是愿意提供收钱放水的线索给警方，协助警方调查，看是不是会当早一日破案，替金明讨回公道？志强，阮当然嘛最想要替金勇讨回公道啊！啊，你嘛知影，组头迄边阮实在了袂起啦。是啦，志强，啊，你之前甲阮暗号，无甲阮检举。 啊！你即摆要叫阮去警方遐自首，讲我有甲组头收钱放水，啊！这若互职棒联盟知影，一定会甲阮开除的啦。啊！阮的名声嘛是共款真扫落地啊！以后阮伫咧野球界是要哪甲人徛起？你去向警方自首了后，会有啥可能效果，我唔知影。所以我即摆是咧请求你，唔是咧强迫你。金明即摆倒伫咧北城，真有可能变做植物人。 你若是会当啥物代志拢唔做，希望好食好困，正常过日子，你即摆就会当离开啊。但是想要替金明做一寡代志，即摆紧紧换衫，带我来刑事局。你家己好好考虑。志强，为着金明，嘛为着我家己，只有我去自首，我才会用重心做人。志强，你等阮。 阮3外好随来。付恁钱的组拉头叫做三寸，假使甲恁搁再见面，恁敢会认呢？
会啦，会啦，会啦。迄个组头三出来，把押我去球场的天台顶，见伊老大偶像。你们谁谁来甲你加油啊？你看嘛，志强啊！我会当确定，爸本妈妈迄个细林的，甲伊是共做伙。我若是看到因，我绝对认得出来。多谢你来提供这样侪宝贵线索，对破案会有真大的帮助。假说真正是叫人弄伤金融的，阮一定会找到证据抓因归案。交我送去。是。就可以动。刘督察啦，阮已经知吼，阮唔对啊啦，我嘛甲所有的钱吼，拢献互遐个组仔头啊。啊，这件吼收钱放水的代志吼，是毋是会当莫追究啊？就拄煞啦。恁犯的啊，也毋是啥物重罪啊啦，而且如果是主动自首，提供线索协助破案，这种情形哦，到尾啊拢袂起诉的，做恁放心啦。阿老爸，无代志啊啦，联盟吼应该袂甲咱为难遮着啊。督察，多谢，多谢。喂，署长，是，我嘛接到真侪两位关心的电话，我即马全力在调查金融先生车祸经过，真紧就有结果啊！是，连署长也出面关心案情，假使无较紧结案，恐惊案扛袂掉。少爷，若讲你的境界啊，张督察算起来是咱家己的啦。茫人代志拢归伫后壁伫甲咱做评估，就参像一摆的车，伊嘛伊甲拗起来。车祸现场一个甲入去，甲金融车祸经过，迄个真清楚。这款路野大是警方唯一会当破案的人的有力证据。今仔日甲少爷头一摆见面，就算我送给少爷的见面礼。大家，嗨。张督察，你的见面礼这么贵重，这100万是我一点仔心意，请你千万唔通弃嫌的。少爷这么客气，我若是无收，就是我的唔对啊。我上大的，麻烦你甲收掉。张督察，实在真歹势，我若唔是有真重要的代志要赶去处理，我一定会陪你林福爽。我上大的，其他的代志就交代予你。少爷，请放心。恁这位少爷虽然出手真大方，不过头一届甲我见面就遐尔着急要走，安尼敢唔对？刘督察，你千万人误会。那阮少爷自真早就想要交陪你啊，伊硬确实有真重要代志要赶紧去处理。安啦，因为我绝对将所有的酒单拢总甲摕掉，好我陪你啉甲爽。甲你讲生笑的啦，啉酒的代志哦，无着急啦。即摆有一件真重要的代志哦，要甲你参详一下。警界、利用警界，还有政治界关系啦，实在互我真大压力啦。还有迄彭志强啊，嘛伫追查金融的车祸，加条条唔肯放啦。偌久，阁会舞出什么新的证据，啥人嘛唔敢保证。伊即摆哦，紧去去找一个未成年的囡仔出来打罪，我会用驾车伤人的罪名来结案。加加是也去管法院关一身斩嘛，就放出来。一句话，我绝对将囡仔交互你。李督察，当证词已经谈完啊，是明已经开始啉嘛？我早就传电视名啊，陪你爽啊！看这落办事，无啉我爽，你敢袂放我走啊？你啊！张督察，迄个人看起来毋是真可靠，真有可能会甲咱钱收收的，搁派人去机场抓咱转去交差。所以咱是行水路转去，较妥当。
安尼去，我做杀手遮尔侪年啊，我这条命，我都活到即马，嘛已经算够本啊。这届，拢是我任务失败，才来拖累。等了后，所有的罪，我一来担，无需要咱两种牺牲啊。三八兄弟，讲这要创啥？组织早就已经决定要安怎处理咱，你有这份心意就够。你给咱兄弟啊死做伙啦！大哥，把钱交准大啊！大哥。准大，遐个钱拢互你，你一定要甲我这个仔钱平安送到泰国。放心啦，我着拼这条命，我嘛会平安送到位。多谢，即马甲插起哩。大哥，咱只有等后世人才来做兄弟啊！是嘛的，你嘛较好心嘞。这两天咱第一病医，食嘛食无好，困嘛困无饱。到底是啥物天大的代志？一定要赶伫阴暗讲。我决定，我要继续金阳。我一定的风云再起，我一定的风云再，我一定的风云再起。我决定，我要继续金阳。我即摆是无气来甲你讲耍笑。我无咧甲你滚耍笑。我你做我的委托律师，你马上替我传双方结婚需要法律文件，我明仔载就结婚。我要提醒你，金庸即摆已经失去行为能力，就算讲金家的人答应你两个结婚，迄嘛是一个形象尔，在法律上并无成立。这我当然嘛知影，我只是要做甲真认真的同款，来表明我的决心。只要金家的人向我入门，我一定结婚证书，我同款会当做金家的大小奶奶。问题是，金庸真有可能会变成植物人，以后袂阁清醒。你守伫伊身躯边，就等于是咧守活寡。这种金家大小奶奶，你敢做会落？等我分到金家的财产，迄个时阵，我是毋是要继续守活寡？敢有人管我着？人来讲啊，插火就爱插在头前啊！我对金庸也未确定会清醒过来之前，我就坚持要嫁予伊。金家的人绝对会我的痴情感动，甲疼我的心，一点仔拢袂怀疑，我是为了因兜的财产。就算这边我无法度顺利入金家的大门，我嘛已经占位成功啊！绝对无任何人会当代替我伫金家大小奶奶的位置。而且我可以当哪行哪看，无得靠，我得拄到一个刀金佮健康的对象。心爱，你这步稳赢袂输的棋行了，确实真高明。经过这几年的锻炼，你的心机甲音听，已经无人会当甲你比啊。名师出高徒，我当然袂当和你无面子啊，你讲对无？
这是什么情形？报告总裁、夫人、小姐，心内决定要叫金庸大少爷。心内已经伫结婚证书顶面签字登印啦，即马等待金庸大少爷进行了后签字登印啦。金苗甲心爱结婚，这是早来的代志。不过选伫这个时阵，并不适合，社会心情办喜事啦。总裁，夫人，警官，其实呢，我无事先甲恁请示，就家己一个人大手大意做这个决定，是我唔对。不过我真是不忍心看到金龙都安尼倒在这。我想来想去，我唯一当做，就只有嫁予伊，予伊中意，看伊会较早试过来无？心爱，你对阮金庸这份心意，阮规家伙啊，拢感觉真欢喜。大家嘛拢真希望讲，金庸也能赶紧好起来。啊，不过，咱嘛是爱面对现实，阮金庸是不是会当真实？这一生都无把握。我做爸母的，总是袂安尼自私，对金庸也袂好起来真情，甲你一生的幸福，拢放在伊的身躯的。我本来哦，嘛是无赞成伊安尼做啦，我嘛甲伊口劝，叫伊莫冲动。要不过最后，我煞叫伊一句话感动，伊讲。到了金庸送伊的订婚酒席开始，无论金庸未来生也是死，伊永远拢是伊的人。金庸，虽然讲天目睭袂当爬金，嘴袂当讲话。啊，不过我也是会当感受你对我的爱。金庸，你看，我已经按照咱两人的要求，将你的订婚酒席挂起来。你嘛按照咱当初的要求，从外我口，向外手到老。你千万袂当放我一个人，你有听到无？你有听到你袂放我一个人去？大山，有即摆开始，咱就认心爱这个新妇，你讲好无？我一定会和你在一起，我一定会。我一定会和阮在一起。我老三，好你失望啊！马西，讲遐尼多事情有啥物路用？紧甲大家的下落讲出来，我才会当在你阿公面前替你求情。我真正做袂到，我老三，你嘛知影大家伫依照我出任务的时阵，救我了几落届，
我哪有可能稳中受破，讲出伊的下落？这摆组织伫台湾，数几啊10个代表。你若讲随要开乡堂，亲身来执行帮规，你知影伊袂忍心的？你若是顾太监，你家己无命，你知无？我转来，就是要用我这条命来甲组织抢罪。我都上你甲我收养的时阵，就甲我号名叫做忠义。你即马敢愿意看到忠义为了保全家己的性命，煞来对家己的兄弟做出不忠不义的代志吗？你要甲我讲江湖道义，嘛要看时阵，看有这个价值无？组织已经对太监发出劫杀令，无论伊米甲天边海角，3万万要组织吹掉。伊即马为伊死嘛是白白牺牲。我敢若会当做我应该做的代志。太监是毋是会当活命？要看伊的命运啊！我甲你卡枪，甲你当作亲生囝培养大汉，你就这样忍心为了兄弟情无顾爸母恩，要还白还人，杀乌发人。搁再讲，你敢放下落你上疼惜的小妹？七号迄边，就讲我出车祸死啊！我这个做兄的，会当永远留一个好印象在伊的心肝内。我都送甲卡匠的养育之恩，我只有等后世人开来甲恁报答。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忠義の蓋持ってこい。はい。忠義、連れてこい。任務に失敗しました。すみません。忠義、肌を切れ。はい。忠義は国のために一生懸命にやってきました。台湾野球の賭けに失敗したことは許してやってください。お金の問題じゃねえ。これは組の決まりだ。忠義、この組にはお前のようなものはいらん。けじめをつけろ。忠義、内部起きなさい。お前は組とは関係ないから出てけ。はい。横、古高、止めろ。横、どうるせ。先に帰れ。私は後だ。家に帰ったらもう忠義は死んでるわ。何も言うことないでしょ。今日は母親としてお父様に私の主人また組の皆さんにお願いしに来ました。
どうか私の息子を許してやってください。組には決まりというものがあるのを陽子、お前は知ってるな。これはけじめだ。山連れてけ。お嬢様、失礼します。待って。組の規則もよく分かっています。過ちを犯した人間は自分の血で洗う。私が息子の代わりに償います。俺が悪かった。親復興させないでくれ。もし今日あんたを生きたまま連れて帰れないなら、私も生きてここから出るつもりがないわ。再起，我一定的风云再，我一定的风云再起。俺が悪かった。親復興させないでくれ。もし今日あんたを生きたまま連れて帰れないなら、私も生きてここから出るつもりがないわ。私が代わりにやります。ただ余地を許してください。山、はい。蓋持ってこい。お前の命と蓋はわしが預かる。二度と同じ失敗するな。次は命がないと思え。はい。若是你下性命替我求情，我已经无命。家母为着要保护家囝，嘛是会无惜性命，甲老爷拼命。我干那付出2刀的代价，就会当甲你救回来，咱就算少会好个啊。太太有时，你莫怪你阿公心肝伤凶。你也知影，咱新丰组遮尔大个组织，一定要有上严的帮规，才会当管理遐济人。你知无？阿公的苦衷我了解，所以我这届转来请罪，并无要换命来拍算。做兄弟的，本来就是有今仔日，无明仔载。你若是有这种觉悟，若有机会，就要趁早脱离组织。以你的能力，要找一个正当的头路，一定无问题。若是想要做生意，我卡上会替你准备资金。啊，毋过。我的命阁寄伫咧阿公遐，至少嘛要等我先将功赎罪，把我的命换回来，才会用做其他的拍算。搁再讲，要离开组织，嘛毋是讲走就会用走遮简单啊。无简单，并不是表示做袂到。足侪人兄弟做久啊，想要改邪归正，结果阁毋甘放弃黑社会的款式。拢会用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来做借口。我只有一句话：是毋是要脱离，就是要靠你家己的决心。卡桑，啊是安怎？
你今仔日有遮大的感慨？无啥物啦，只是你会记我今日甲你讲的话，家己好好考虑，知无？多谢卡桑的教示，我以后若是有啥物决定，我一定会头一个就甲卡桑讲。有道上，我已经派人将只有送去庄卡加大几工，等药膏的伤拿好，我再派人去接档，较免互伊知影这件代志。药膏都已经退出遮久啊，这摆为着要保护因囝，又搁徛出来，迄气势还搁足猛的呢。伤大概无啥要紧啦吼。空水是真深，毋过已经拢填好啊。多谢后道上无甲阮这时势计较。虽然我带新农组遮侪年啊，但是食人嘛是要放互恁遮时势啊。只要对做来的兄弟若交代得过，我哪有啥物通好计较的？我看准备通来退休啊啦。有道上哪安尼讲咧？有道上伫带组织，即摆事业愈做愈大，而且咱的影响力嘛愈来愈宽，哪会突然间想要退休？要做一个组织的头兄，手机就要硬，心情就要颠倒，绝对袂用的心软的。我已经有岁啊，会去互人情甲亲情拔掉的，无适合搁带新农组啊。这几年来，厝内生意你处理了真好，大家拢真顺利。用的准备来接位啊！哦，我替学道上做生意趁钱，阁会用的，也毋过还无迄个资格接大位。咱厝内面阁有真侪比我阁较适合接大位的先辈，学道上是毋是还阁考虑者？遮无外人伫，你免遐客气。我的囝婿若是干那会晓做生意，当然是也无资格通来接大位。这摆若是药库徛出来主动，你原来准备要牺牲他有事，这就是最头兄人的特质啊！一般人无法度通学啦。新农组，互你来换，我放心。我道上，恐惊要互你失望啊！恁妈妈病情真无稳定。肝甲肾的功能拢退化，尽量莫互伊出去晒着风，较袂感冒。情绪的控制真重要，千万唔通互伊有任何的操烦。对吧？拄则老主任讲的话，你嘛有听到？千万唔通甲我互总裁赶出球队的代志，讲我妈妈知影。我替你保守秘密，加讲一寡欢喜的代志也唔听啦。啊，敢有啥物好看节目？无连续叫人看，新闻猛看啦。国宝集团的少东金阳车祸重伤至今仍然昏迷不醒，警方已经宣布侦破此案。我们现在就请侦办此案的刑事局张督察为大家来做简单的说明。肇事的王姓未成年少年呢，已经被警方逮捕归案了。他也已经承认是因为飙车撞伤了金阳。肇事的跑车经过警方采证比对之后呢，已经证实这是一件令人遗憾的飙车意外。这少年哪有安尼赔车啦？实在有影真害，啊死大人也袂甲因管一下。妈，你要创啥？我来去看金荣啊一个啊。你家己的身体嘛无好，你无必要走去抓啦。你这少年的吼，实在足唔捌代志，头尾甲头家娘对你也好，啊金荣好甲你敢若兄弟啊同款，即摆甲我同款住这间病院呢。我若无去甲看一下，啊，互人知影吼，一定会讲闲话啦。妈。阿姆，志强已经有替你表示过对阮哥哥的关心啊啦，伊是无想要互你白走一逝啦。搁再讲，阮哥哥人即嘛昏迷不醒，搁住咧家护病房内底，啊，你要坐轮椅，搁爱吊电梯，安尼无方便啦。啊，无像吴俊义嘛袂当入去啊，这是病院的规定啦。
我甲恁大爷控制啦吼，伊若转去普通病房，我才来甲看来。刚才有你甲我斗相共，阻止我妈去看金庙，要若无我互恁爸爸妈妈开除的代志，一定会别空。志强，咱若是搁讲白彩票但是新闻早慢慢是会报出来啊。只有等满袂过的时阵，才搁拍算。对倒查讲，金明勇车祸是驾车意外，我真是袂当相信。我嘛是唔相信啊。敢毋是遐个蛇仔头，凊彩派一个少年来出来打罪？对倒查你好，我是彭志强。拄则你伫电视顶面讲话，我拢有听到。无唔对，无唔对，阮警方哦已经修正完成了啦，确定哦，这只是一件单纯的驾车意外，总算哦会当结案啊啦，嘛对得起金阳先生的真正朋友啊。对倒查，你敢真是会当确定，遐个蛇仔头毋是弄伤金阳无法出处者？当然是，警方办案一定爱罪证齐全，才会当结案，请你唔通反映警方的错误。歹势哦，我有定袂记来。你讲因警方一定伫咧罪证齐全了后，再甲金明车祸以驾车意外来结案，要毋过我是唔相信。警方都已经结案啦，你是搁会当安怎啦？志强，你是千万唔通家己去调查这件代志呢。若是互遐个人知影，伊一定会对你不利的啦。你放心啦，我袂让可能讲啊去你遐个龙脉。对啦，金明经过中西医会诊了后，敢有啥物好消息？啊袂啦，会诊的报告应该是较毋对出啊。金明虽然昏迷不醒，但我无听到咱讲话，伊还阁听会到。我想要看金明讲一寡话鼓励伊。你敢会当甲我斗相共？伫咧我去的时阵，先互恁爸爸妈妈离开金明病房。我尽量试看卖啦。志强，你先莫入去啦，若无等阮爸爸妈妈看到，我就惨了。爸妈，遮到我啦！啊，恁等遮陪哥哥嘛陪真久啊，紧等去休困，食一物件。拄阿马医生来过啊，伊讲国内看有以中西医会诊的结果出来啊，确定你哥哥是这群老死的主人，无救啊！我一定风云再起，我一定的风云再起，我一定的风云再起。拄阿马医生来过啊，伊讲国内看有以中西医会诊的结果出来啊，确定你哥哥是这群老死的主人，无救啊！以后阮签同意书，停止恁哥哥的卫生系统，互伊存紧出来。不过这根本都是害恁哥哥死啊！万三，咱袂个答应，咱袂个答应啊！玉芬，只要金庸也有一口气的咧，就希望切起来。就是10年、20年，但敢咱头前放白啊，嘛绝对袂晓放弃。总裁，无理。若是我拖累金明受苦，若是有可能，我希望即摆倒伫病床的人是我。请你允准，互我留落来照顾金明，一直到伊清醒。你假真假意，我问你，阮警察到底是倒位对不起你？你是阮的阿娘哟，那讲有嘢好死好死！我毋是甲你讲过，不准你过来搅我金明。讲的你袂晓听，我就用拍的。
爸，我叫你看人安尼做啦！我一定嘛无希望看到你安尼对志强的啦！爸！啥叫情都无效啦？好啊，你要好好陪金雄，我会给你拍甲倒伫梦床顶袂得袂当，互你好好陪伊。爸！闪了你！志强！我这！金华，金华，阿妈！金华！你哪只讲啦？我错无啦？我跟你讲哦，我跟你讲啊！志强，你赶紧走啊！谁都不要讲啊！紧走啦！爸！你个做咩？紧走啊！志强！快走！走吧你！我看了，来讲来。洪志强，你的好朋友金庸因为出车祸变做植物人，我当然会当了解你心肝内底的怨气。不过你嘛知影，这件代志调查出来是一件驾车意外。负责办案的张督察嘛已经宣布结案了。你讲有啥物证据会当证明讲，这甲强盗集团是有关系的？我是无证据会当证明，也毋过遐强盗集团一直想要买收我，还阁其他球员放水。而且金明，伊阁是伫总冠军第7战前一天受伤的，这个时机嘛未免伤过拄好。我会向张督察提供这个线索，佮嘛有指出左头3寸，还阁有伊老大乌上的嫌疑真大。也毋过我想袂到，你警方竟然无对因展开调查，就草草结案。我即摆甚至怀疑，迄个王姓少年根本就是出来打罪。张督察明明知影还阁有疑点，也毋过伊为了破案的业绩，伊就无阁继续追查。洪志强，你的指控真严重，我会定死做代志的方式，我是无方便批评。不过，你拄仔讲的迄个3寸，真正是一个有案底的组头，乌熊嘛是因大的无毋对。安尼看起来，这件代志确实有进一步调查的必要。那安尼，你是想答应帮助我去调查因咯？莫讲帮助你，这本来就是阮警方应该的做。若是互我找到因买收球员甲伤人的证据，我绝对甲因抓去。3寸在内底啉酒，你去吼，我会找一个理由来徛伊的空。无你脚甲吓惊一下吼，伊就会讲出啥物线索嘛，无一定。你踮那等就好，无到时阵，伊颠倒掠咱的空，我就照歹甲阮顶头交代。不要关掉！我叫你甲伊关掉，有听到无啊？你听小人拢搞出去！放出去！我是刑事组的组长周家东。赵大组长啊，阮来这吃酒无路，也无犯法啦，唔知有啥物代志吼？有人报我讲，遮有人在食药啊！徛好，去甲我徛好啦！恁两个边仔等，还是插头小？去边仔等啊！你若是互我敲到白粉，你就知死啊！这粉味吼，我是上瘾的啦。啊，若粉啊，我绝对是无咧目啦。有还是无，是我伫决定的。赵组长啊，你莫甲我滚生笑啦，我心脏足无力的，你会甲我惊死哦。安尼就要看你的表现啊！我问你，金庸的车祸是啥物人所属的？你放心，你若甲我讲，我保证你无代志。而且以后你家头内底若是有啥物代志，只要毋是啥物大案件，我拢会当放一点仔水，就当做无代志发生。莫讲我唔知啦，就总管我是知哦，嘛袂当甲你讲啊。这款了不起的代志哦，若风声出去，我下摆是要甲人徛起。你唔通甲我底气哦！
我若是把这包死火啊放在你身躯顶，后果会安怎？你家己应该足清楚。讲，记住吗？我一定会风再起，我一定会风云，我一定会风云再起。记住吗？哦，原来恁两个讨啊，想要甲恁爸创空对无？当作恁爸王遐大个哦，啊人甲带来哪歹叫入来？叫小老入来啊！靠啥代志哦？大家拖白啦！啥出来？有啥物代志？我讲。小等一下，啊是要走迄块啦？安尼爽爽的，我就要走。即马是甲恁爸当做啥啊？三顺的，你莫袂记你家己的身份哦，莫在那干哪代志。3块几的警官，我有那交陪真多啦。啊，小小一个组长是要算啥？我甲你讲，我若去甲你的电视投讲哦，你带这个讲究的来酒店，唔知是咧xuất七还是咧办案哦，你就知死。问啊，志强，安怎？你看你的好朋友着重伤，受到刺激挡袂牢，有那起笑是毋哈？当作家己是贼头哟，来这要办案。三岁，你莫掠准你做过歹代志无人知影，我一定找到证据，甲你总掠起来。他你嘛较拄啊好咧，唔通当作带一个小小的贼头来，就法度加管刑啊事啦。你若要安尼哦，会比恁朋友较凄惨哦。你讲话甲我较实在哦，好歹你搁甲我讲一摆贼头看卖。他你是咧歹啥？我也无呛声呛势讲我咧骂啥人啊啦，较拄啊好。我若爱讲几摆贼头吼，我就讲几摆贼头啦，安怎？啊，叫小伙甲我拍看卖咧啊！小水，你来做啥？领导还是家己欠拍，领导插手，连你都有代志。我若暂时无咧制裁你，我身体奇妙，出这个开。你真好大胆！身为警务人员，竟然敢乱用这款私下办案，甲太平志强为师，还对三顺的使用暴力。迄个三顺是家己批底上咧欠拍，伊骂我是贼头呢，都错。伊骂我等于是伫骂你共款。彭志强拍伊是伫替咱出一口气呢，人做人是遐尔有义气，我当然嘛爱挺伊嘛。你讲强辩？即马三顺唔敢若要告彭志强啦，连咱警方伊嘛要告落去啦。哇，会好你害死啦！这天下间哪有賊仔来告警察的道理啊？啊，搁再讲，迄个死三寸的，也毋是上较最严重，哪会遐尔爱计较？无要紧，我即摆就去找伊好好讲一下。等下，你是嫌你替我遮的麻烦，阁无够实。把遮的报告摕去写好，摕去政风处报告啦，准备接受结果的处分。安尼就要走。听得到？我是代表彭志强要来讲和解，敢会当私底下我甲三顺大参详一下？好啦，恁家己抄啊，哈，啊抄好较甲我叫。啊是倒一甲是的兄弟啊，我报来偏芳一个。若要说吼，甲你了亲一个哦。我是高保队的总教练，因拢叫我先的。三寸大叫我阿南就会使啊。嘿，真正你这起的都无毋对啊！啊，无穿旧衫裤，我煞雄雄袂认你。你啊看嘛呢，甲我拍甲安尼，我哪有遐简单就放伊煞？我一定要甲告就无毋对啦。志强这囡仔吼，少年强势啦，啊一时冲动吼，伊即摆嘛真后悔。敢会使我一面子放伊煞？家己我那赔偿拢好参详。恁爸无欠我济啦，一角银我都无啊！我就是要甲告就无毋对啦。你莫到遮甲我啰嗦吼，你等去甲讲，叫伊尻川洗好清气吼，准备他坐家啦。敢拢袂当参详？免讲啦，你是听无咯？三寸大，以你即摆辈分拄啊出来走跳的时阵，应该捌听过酒家界一个走向南啊。
有车咧走徛吼，谁毋捌听过这个酒家南哥？敢讲你就是南哥？不敢讲。少年时阵酒我走强，经历无够，甲人在咧做兄弟。即摆经受我洗手啊，假死无牙，甲牙巴大。不过讲话规矩，照常会记哩。做兄弟，互人闹开，面子当然爱讨。问题是，若靠插头来处理这件代志，后摆日讲相传出去，足歹听。好啦，南哥你较出面啊，这个面子我一定爱做互你。啊，毋过我三寸的吼，即摆是有哪有接受的人哦。南哥，你看我哪条？一句话。水，面子我赶快来做互你。到时我来讲，志强互你拍一个同乡大病院，请我出面伫酒店摆一摊甲你赔罪，请你手切牙关，莫甲伊计较。安尼你看啥款？食啦。是，歹势，我甲伊互人开除惨死了，搁甲念啊。难办啦，来啉啦，来啦。我若想到迄个三顿的吼，互你剁甲一个头那低头咧，我就想爱笑。算是谁啦？我规摆花无地头的。是呢，这个三寸毋是要甲我告死，你想哪解何解？我较早是人花蕊啊，甲人做过兄弟啊。啊，这款人吼，得用工务规矩处理，才讲会通。你较早捌做过兄弟，咱毋捌听你讲过。啊，但迄也毋是要讲啥代志有啥好讲的。迄是好仔尾啊吼，去爱着野球，毋通经入正道。啊，无即摆有可能去用选做亚洲杯国家代表队总教练。国家代表队总教练？谁？同意啊！我嘛爱恭喜你，你已经选做国家代表队的队长。这是下晡开要做决定，强啊！咱两个使后使吼，过当同齐拍拼为国争光啊啦！来，你。你莫阁为着金明受伤代志自责。今仔日若换做你生发现有危险，嘛是共款牺牲家己去救的，这就是难得的兄弟情谊嘛。金明倒伫个病院，我想要去照顾伊，所以伊的爸母赶出来。我想要查明车祸的真相，甲真正凶手找出来。要么说因为我一时匆忙出手拍人，差点把我掠去关。金明为了要救我，即摆阁倒伫个病院昏迷不醒。我做啥物拢无得替伊做，我实感觉我甲伊真无路用。那别人咧做袂到啦，但是上少你爱替金明完成拍个奥运的理想。啊，若无吼，你就真正对不起倒伫病的金明啊。这确实是即摆我唯一会当替金明做的代志。想袂到警员会遮尔死脑筋。到即摆搁伫爱帮志强一个人，唔肯接受我。帮志强这个唔知囝，已经离开广播集团啊，搁伫破坏我的代志，真正是阴魂不散。伊的情形已经比我较好。总裁甲夫人遐尔怨恨帮志强，伊无可能搁有金毛甲伊斗阵啊。所以你还是真有机会。但咱我咧。金明到今摆还袂醒过来，金家的人只肯口头承认我这个身份，无命无分，分袂着财产，迄是有啥物路用啊？讲来讲去哦，这一切拢是彭志强害的，伊是咱两个共同的元首人。现在，你着暂时较忍耐，只要咱两个继续合作，莫互伊倒来国博集团。当我顺利找到金管掌握贷款以后，我甲你保证，我一定互你做分公司的总经理。真正是世事难料。原本这句话是我对你讲的，即马煞变成你对我讲。即马我逐工爱假痴情去病院照顾金荣，恐惊等袂着你坐座位，我甲因挡袂掉生活头路啊。
少爷。少爷，啊，你当时对日本回来，那无甲阮通知一下，阮通好去接你啊。请坐。大家拢已经是家己的人啦，我就免讲啥物客气话。顶届任务失败，我的一支脚已经踏咧棺材，所以这届我来有2个一定要完成的目标。头一件，我要利用这届的亚锦赛，甲顶回咱组织输去遐个钱拢赚落来，赎回我的命。第二，我要报复彭志强，我爱伊失去一切，比死搁较痛苦。只有你上清楚我甲金明的感情。孤男寡女啉酒醉，做伙过一晚，这款情形向翕着，你怎么搁再安那解释，都无人会相信你是清白的。你来帮助我回来台湾报仇，摕回原本属于我的一切。我这世人上爱就是野球，若当伫咧退休了后，搁会加球，敢是真好。但是你家己千万唔通失志，对野球唔通失去信心。 无用打电话，现代的社会，爱情慢慢衰。有人接到是爱情限时批，有人接到是伤心的电话。好歹离婚哪会差这多？有人干杯，无用免道理。现代的社会。 爱情慢慢衰，有钱的人永远是做头家，无钱的人永远是头咧咧。天公伯啊，这呢无公平。为情伤，是天下第一戆；为情冲，是世界第一勇。 为情伤心伤肝无地讲，为你冲，为你打拼，水前风。